在彼个时，照亚杜顿的做法，交互圣乐长。我的心神静静，专心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只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。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恁攻击一个人，要到什么时？恁亲像底杀倒驱车的墙，要倒下壁，安尼甲迄个人毁坏。恁斗阵计谋，一直要甲伊对尊贵的位请落去。恁爱讲白贼，喙祝福，心咒诅。我的心神啊，着静静专心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愿望对伊来，只有伊是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。伊是我的堡垒，我拢袂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光荣在伫上帝。伊是我的大石盘，我的避难所。万民啊，着不时倚靠伊，对伊吐露恁的心情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人真正是空虚，为死的人拢是虚假。迄日天平一定浮起来，因合起来，还比呼吸的气较轻。毋通靠暴力，毋通靠抢夺，财宝加天，嘛毋通想要靠伊。上帝讲一项，我听着两项。权能属伫上帝，主爱嘛属伫伊。主啊，你要照人的所做，甲伊报应。